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艳牧师。5月14日，从自信满满到恶淫性满。经文我们要从士师记第1章到第3章。RPG 祷告的金句在约翰一书5章21节。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曾经听过这样一首歌，很有趣，它叫做自以为。他们是这样对话说，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啊，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学不会，是误会还是赎罪？是你不对。这时在思想着这现代人的内心的世界，在两个人之间的这样对话。士师记呢，我们重新再开始读，当我们再次来概览来读的时候，我们就再次很清楚的对士师记有重新来看。或许可以来换成这样子的话语，叫做以色列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的上主一回一回都在给以色列机会，请以色列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学不会，是误会是赎罪，都是你不对。我们看到士师记真的是看到人性人性真的有太多自以为，我们才从约书亚记信心满满。这个约书亚是耶和华的拯救，那时有一个领袖约书亚带领着他们，甚至到最后他们有立约他们立约，他们要来侍奉耶和华。可是才没有多久的时间，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章里面开始说到他们怎么样子因为约书亚死之后以色列12支派并没有遵行与约书亚所立的约，而是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去侍奉诸巴力，又没有撵出迦南人，把他们灭绝尽尽，以致他们成为以色列眼中的刺，在所住的地方来搅扰，来害他们，使他们极其痛苦。而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但他们不久又故态复萌，不断的在重复他们被平复以后有堕落在苦难当中，上主又来拯救，这样的循环不息就因为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在今天这3章里面，其实也在讲到士师记的一个核心，就是在一个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从耶和华所兴起的世代的身上，我们也会看到当然不是今天的经文，但将来开始在以后的章节里面也要来读这些士师，譬如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些呢本来都是在那个世界那个时代是不配有的人，他们却因着信，他们可以制服这些敌人来行公义他们可以从原来软弱的变成刚强，征战的显出勇敢，可以打退外邦的全军。但很可惜他们总是在那自信满满当中，又会跌落到这个他们就是恶淫性满，太可惜了
这就是再次讲到我们人性的黑暗面，特别是在士师时代是一个灵性黑暗，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这个光景要持续到透过路德跟撒母耳时代，他们要求王来代替士师。他们真的没有王吗？当然是有。他们耶和华上主要的是他们要有上主这一位王，是由神国的王来掌权的。所以今天第1章到第3章的第6节，就是讲约书亚死之后士师时代的这个成因是这样子，也就是他们给了这个敌人机会，以色列各支派都没有把敌人给灭绝尽尽，他们允许敌人留下来做苦工，以致成为他们的网罗跟基建。以色列人的上帝看到这种情况，他有什么话要说呢？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来好好思想一下，我们真的是不要太自信满满，尤其是对人性。我们人性需要的是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唯有主，依靠他我们才能够得胜，否则我们很快我们就跌落了，我们很快就得罪了神。这位神他是要来帮助我们的，他是要使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得胜。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学习许多一些的士师特别是他们遵行神的这样子的给他们交代的，而不是只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看到第3章的后面我们看到刚开始的士师他们怎么样谨守神给他们的这个诫命，他们愿意来走虽然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他们确实愿意。生命不能只靠做一些好的东西，如果不决定将生命的恶赶走，那些恶反而会将人的善所来挤去的。所以我们可能是要来靠着主的圣名，我们来侍奉神。我们人总是认为自己十分强壮，有信念，即使别人在这种情况下跌倒，自己却是不会的。我们是这样自信满满的耶。可是事实在圣经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第3章5到6节，耶和华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人通婚，因为这样会让他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其实在申命记7章3到4节有这样的神给他们的命令，可是他们却违背，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自信满满，很可惜他们确实得罪了神。连那个最有智慧的以后的那个所罗门王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得罪神。在第3章7到11节，本来俄陀聶他是第一个士师，我们看到他本来不是一个看起来是很有名的，他只在这个地方来出现，但神却是用他。亲爱弟兄姐妹，小人物神不会看轻，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以致到3章12到30节，以户也是，我们看到以户他真的是在士师记19到21章，我们记得吗？才几天前我们读到了，那时候发生了一场几乎使便雅悯支派全族灭绝的内战当中，当时候的大祭司是亚伦之孙菲尼哈，他其实是跟俄陀聶是同一个辈分的，所以在士师记20章27节有这样记载。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俄陀聶做士师的时候。当然
以户，也就是那时候幸存的600名的便雅悯本来要被灭绝的族当中幸存下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记的这个结构并不是按照它的时间序，它的这个结构，如果我们接下来我们3章要来这样读的时候，我们恐怕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结构，就是我们从第1章到第3章6节要讲到约书亚死之后士师时代的成因，接下来我们从3章第7节到16章31节会讲到士师时代这个7个循环的欺压跟这个拯救，接下来17章到21章就是要讲到士师记他们宗教道德的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亲爱弟兄姐妹，愿我们从士师记再次来认识人性，人性需要我们的主，需要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才能够胜过不得罪神，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像神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从士师记再次从头再来看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非常有限，甚至罪性。主唯有你可以拯救我们，唯有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是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主，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也带领我们走一条成圣的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可以靠主来得胜。我们明天见。